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吴义勇。我哋下睇高雄闽南嘅传统市场，今下睇传统市场呢，我看到有位卖鸡嘅摊贩，伊呢可能先输起来嘅，因为5月17日是政府规定传统市场是唔得限制鸡鸭，是唔得限制限卖。韩国呢连上嘅鸡鸭标下睇也只个，伊能讲陈列也是唔得到，也韩国呢也个鸡农系想去睇路卡，去家吃去家卖也是唔得，咁系咪路枪天在一条路好行，冇配的方式行，还有按呢一政策对俺们贵嘅产业链，韩国产业嘅文化，从对鸡农到贩呢，韩国到摊贩到消费者，如果造成用嚟嘅影响，俺们今日都要综合来讨论，马上去到节目讨论现场。开会了！我哋今日來到高雄闽南嘅鹽亞副頭站，闽南雖然唔係講有幾千多嘅位數，不過大家如果食雞肉，也嘅傳統市場堅持雞鴨嘅政策，當然如會影響到大家。我哋今日來討論，先為大家來紹介今日嘅來賓。第一個呢，也係算蔡天人嗬，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研究員王淑華小姐。各位鄉親，大家好。接下來係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科長鄭清勳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那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村民大會這個節目。接下來呢是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李淵柏教授。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中興大學李淵柏。我聽不懂客家話，但是我有個客家的老婆。我現在來學習，謝謝。謝謝。接下來是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他也是畜牧業者姚亮義先生。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在彰化養雞，我爸爸養雞，然後我跟着他一起學習，謝謝各位。謝謝大家來參加，當然也非常感謝闽南鄉親同我哋共下來討論哦。我哋接下來呢，如來看我哋記者以做嘅報道，先來大家小可了解一下一個事情嘅狀況。國產雞肉攤衛生安全。太陽是雞肉，農委會衛生署近期普惠修種，為推翻所生產嘅雞肉掛保證。因為受到中國爆發 H7N9 禽流感嘅影響，農委會到5月17已經正式實施禁止傳統市場限期挑商嘅政策。按照你說去店仔，客人看了，這跟外面的冷凍食品沒兩樣，他一定要客人還是沒辦法去接受那種冷凍食品。政策推行下去過後，是有違法限期挑商嘅行為，遭法令為規罰2到10萬元，不但有兩獎勵金嘅也會對準來，甚至還有可能罰到1年以下嘅有期徒刑。法令規範本來係有防治嘅必要性，不過實際上冇辦法完全顧到企業嘅差異性。桃竹苗栗三個地方特色雞是怎麼樣？是因為我們有感情嘛，以前養雞、養豬。在新竹客家人來講，客家人來講，就一種感情。要這種感情，我們要如何讓我們慢慢消化？你不是說一次都同樣的風氣的，風氣太講冇如何行。日本佢有電宰場啊，有3000人建來電宰場。不過佢大型的啊，很大型的電宰場，它有只有22家，22間。那有2800人建啊，是比較小型的或家庭式的哈。2800人建啊，佢講吃簽約啊，差不多2%你呀。按政府做嘛做唔得做。為到防止疫情擴散，向各界業者都贊成對市場行唔好限期挑商，不過對市場外圍呢，有特殊性需求嘅，係咪做啲超前葡萄心理實現嘅設計廠，又係講有彈性嘅規範，合乎到大家嘅需要，大家係經常會問。我哋今日都係來討論一個議題哦。唔過大家先來問一下以前，可能大家對一個禁宰活禽嘅政策有18個印象，因為其實7年前都有打算要實施。我哋來看一個電視上嘅一個本案嘅一個畫面來看一個圖表哦。一個政策呢，其實係2006年8月30日時間，嗰時間都有禽流感嘅疫情嘅嗬。前總統陳水扁以主持國會議研究講，要禁止傳統市場來吃雞鴨啊。
这时间农委会宣布讲，2008年的4月初1要开始禁止哦，听讲4月初1要开始处罚。毋过到这时的时间，2008年4月初1又讲批头处实施唔出，故说讲提拔跳票，农委会都公告讲要暂后2年，要对2010年4月初1人来实施。过来看下一种。到2010年的3月26个时间，农委会表示讲，这时间是 H5N1 嘛，禽流感讲防范咩去好哦，同2006年冇共用的，有特别大家有冲竞价的问题，如大家会反对嘛，故说有冇学做，天一摆跳票，公告讲禁宰活禽的政策排除传统市场。到4月16个时间，今年的4月16，中国都发生新的 H7N9 的禽流感，农委会都宣布，这时间是讲6月17开始，传统市场可以禁止给啊。不过4月25台湾都出现呢替代车道的案例嘛，故说农委会都宣布讲要提前1整年，对5月17日开始实施的。俺哋撒下来都来看俺哋游戏访问投资媒体去有几多的休假业者喎，尤其几多的休假消费的理事长员呢，来谈看下先，因的新冠度有哪道法而来表态的。总的讲，台六有 H7N9啊，就把按推班来罗北乡来生活啊，生活之计啊，就全部抹杀掉了。我们要工作钱，我们要生存钱。总的讲，你讲始终没吃走的，但是除了有本些该小型屠宰要尽量的放宽来开放啦。第一点就讲，我讲从了安尼个，因此个迄个当场个个，咱就可能讲做了禽流感的问题，因都好个，因长如瘤啊，甲都，那都真个如片还是个都死体啊，系冇？你就讲，迄个讲，讲，因都做唔得。其实算了，你讲，你后生个会刺激啊，冇几多啥，你种下全部讲唔能吃，讲唔过后啦。我养的不是说直接上市场的，我们养的是养一段鱼，养到13周，12周、13周，然后再有下游的人，他们接手去再养。你像电宰场他们的话，他们都一定是说时间上，或是说冰冻的、冷冻的。那如果说他们属于土鸡城的话，他们可以喜欢的肉质好的，他们直接看好的，他们直接杀新鲜，然后肉质也好。金美新竹家起来合法的饲鸡场，干巴路45间，45间地方曾经有饲爱到的地方的，你讲猪背房，也是养鸡也到的人，有1多间，因为这鸡太细长，无供养，无供养，会造成什么结果？路边鸡的齿都唔会讲，有的鸡会齿坏的，齿坏的无卖相，鸡卖唔出去，要送到其他饲鸡的地方去安养。按燕来回咁拍到40公里嘅，营养含量转，鸡送过去吃好以后要去这边再转来，营养含量转，有钱政府有相当嘅事情喎。我哋偷谈到呢，如係休假嘅相關嘅業者喎，因為如有表態講，因為各方面嘅欣賞哦，我哋今日如果來討論一道議題，唔過呢一開始係咪先請一個我哋衛生署嘅王小姐做得同我哋來。可能幾多年也唔係講幾清楚講，禽流感同我哋休假嘅有乜嘅相關嗬？你係咪做嘅問大家來回憶一下，到底一個禽流感用嚟測？我哋從大陸一到時間研究研發現講，差唔多有70個病例感染一種 H7N9 的病例，大概有70%，就70%差不多同以前北平以前去調查發現原豚接觸到活禽，就是雞鴨、鵝3種活禽或者是有去到傳統市場去批發咯一種活禽，就雞鴨一定要有相關啦。所以原意世界就睇懷疑講係咪豚接觸喺關係處理喺關係豚。喺傳統市場下發起嘅不過真正的原因，確切的原因唔係100%，不過有70%。那因為有70%嘅原因呢，所以喺上海一開始從3月29開始有體嚟檢驗出來以後，30號公布
之后，4年4月就开始同上海的市场就开始管理了。那4年5月呢，全部上海的传统市场，包括一种卖给鸭的交易的市场都关了。啊，关起来之后，关了之后呢，研究开始去检查看看啊，后续佫有病例发现无吼？就从安尼开始呢，就代表讲，伊团结之后，病例就无越来越多，就慢慢的下来。所以到今日来讲啦，其实沿大陆的疫情，我们假使来算，从3月30，从3月30或31号开始，他们通报第一个病例开始通报第一个病例开始，到眼真正无病例到5月7月，全大陆啦哈。那我们相信，假使讲一波的事实，还的事实哈，因为病例是事实话，甲以安尼算得来。停止安尼传统市场购买安尼活的那种鸡鸭鹅哈，在团队表示讲，哎呀措施有也公认在啦。三好的如果强问要请问郑科长就是在06年禽流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打算要，就是这个状况就觉得说，活禽是很主要的传染的途径。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做，跟现在要做。想象都是一样的嘛，就是我要做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时候没做，现在有做。那觉得这个防疫的效果在哪里？我们其实从99年之后，我们是一直朝向95年要推动传统市场进载的目标在前进，然后我们定期也都是在做整个成果的检讨。那本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禽流感的话，我们在中元节以后，我们也要开始来推动了。对。那现在您觉得这样子推动？可能现在还看不出效果，但预期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预期，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台湾就是在候鸟的迁移的路径，那现在候鸟都已经北飞回去了，然后可能就是它已经经过中国大陆的疫区，那非常有可能它们身上都已经带有病毒，等到秋季飞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就非常有可能啦，风险其实是蛮高的啦。其实，可是我会有一个好奇是说，如果我们想到候鸟。就会觉得它要跟鸡有联系的关联好像比较小，好像反而是水鸟类啊、鸭啊、鹅。但是为什么我们重点会放在鸡上面？其实它在鸡来讲哈，如果说我们的家禽感染的话，它其实是看不出病症，它是属于低病原的，它不是那么明显的，它也没有致病性啦。那所以。看不出来的话，你一旦又把活禽放在传统市场内，它是一个人潮聚集的地方，人来人往的地方，你非常有可能去感染人。所以基础是这样子的认知，所以觉得那教授呢，李教授，您觉得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吗？没有错，这个禽流感本来是在对于这个水禽它不会发病，会生病的是鸡。那现在问题就是更大了，就是鸡也不会发病，那这样就更危险。如果它发病，我们可以说这种鸡我们不让它进来。那现在就是健康的鸡，你看不出来，就有潜在的危险。那么，所以推动这个，不管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的问题这个怕了禽流感的问题，或者说是为了这个市场的卫生环境的那个的问题。我是赞成说，应该是不要在市场里面杀鸡是最好的。但是那是一个理想我担心的是说，那个我们台湾比较特殊我们台湾吃很多土鸡，那土鸡也是讲究高品质的，消费者没有办法从一个屠体杀好的屠体说这个鸡好吃，这个鸡不好吃，这个绝对没有办法。所以全世界不是台湾人喜欢吃土鸡全世界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在南欧的国家，法国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或者东欧的国家，或者说甚至美国，很多这方面的移民在纽约或是加州，都很多人要吃这种土鸡那这个要吃这个土鸡的话，土体绝对卖不了价格，他们一定要买这个活鸡现宰的。所以现在这个因为只有活鸡才有办法这个看出说这个它的品质啊。
那我就要接下来请问亮毅哦，就是你自己也是畜牧业者嘛？那虽然昆起了母马仓嘛，哈，看起来不太像，但他也是畜牧业者。那你自己看到跟你周遭同业，你看到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因为我们有听到不少，就是自己来啊，反正查不到嘛。你自己看到的，现在大概大家因应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农委会感觉上，包括我们从报章杂志看的，一定所有的鸡都要进入电宰场杀，才可以进行土体的买卖这件事情。那现在还有遇到一个问题是，现在乡下很多人不敢杀鸡啊。我相信在场我们台上5个人，包括可能连李老师都不太愿意杀鸡啊。哦，你说如果只能这一种自己吃，那这一种杀鸡的服务，我强调是服务哦。以前在乡下现在就是非常普遍嘛，几乎各个乡镇都会有至少有一摊是代客杀鸡的服务。对不起，现在这样子的模式，从美浓最近的可能要跑到离港，或者跑到凤山。虽然美浓有一个电宰杀猪的，对不起，杀猪跟杀鸡又不一样了，所以无法。那我们可能为了杀一只鸡，跑几百公里远吗？这可能还不够极端。花莲、台东，花莲这么狭长，花莲只有2场的电宰场，他如果邻家自己卖5只鸡，我强调，他这个也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弱势的族群，这也是经济来源之一。那农委会在这方面怎么处理？目前我们看到的政策是完全没有回应到这一块，所以民众会觉得政策是非常脱离现实的。科长农委会有考量到这个问题吗？像你看刚刚说7月半就快到了，那你看就是地下化的状况应该会蛮多，而且会不会这样反而本来要防疫，但更防不了了，因为大家都转到很隐秘的方式了。如果说以目前的公告来讲啦，我们的3个排外情况嘛，就是自宅屠宰或宴请宾客的状况是，你不用到屠宰场屠宰，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屠宰。那第2个状况就是不能卖，对，就是不能卖，就是不能有商业的行为。那再来就是离岛的部分，离岛它是属于离岛建设的离岛，那它就是离岛，它会指定几个屠宰的处所，它会公告一个宰杀的清洁的管理办法，然后就是依照离岛的县市政府来做管理。他们的规定就跟我们本岛又不一样。他们会着重在就是集中屠宰啦，不会让它散在传统市场内。那因为离岛的屠宰量本来就不大啦，所以我们请离岛县市政府来做管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属于山地原住民乡区的排外的部分，那我们也是希望它可以在特定的地点来做屠宰，然后要列入管理。那为什么其他的像我们美浓啊，其他乡镇不可以也这样做呢？就是原住民的乡镇可以为什么？以原住民的人口跟交通的便利性来讲，对我们当初的考量。老师觉得呢，这样子的例外是不是合理的？我觉得确实有例外是比较好啦。但是是不是这已经涵盖了所有的有必要的？就是说他的立场没有办法把鸡送到这个，就是说大型的，说一般的那个合格的屠宰场的这些问题啦。那么事实上，外国也有，因为现在很多养鸡业者就是很担心运送这个问题嘛。对的，应该反而就是说活鸡的为了要去送到屠宰场，那活鸡在运送的途中，它的散播的接触更多人嘛，对，接触的人更多人，那散播的更危险，反而是在这个农场的屠宰或附近做屠宰，这会比较安全呐。所以我觉得是配套，这方面的配套可能还要再加强。那么像很多，我这里就有一个是美国的，他们的那个 Massachusetts， 他们的州政府农业部门、那个卫生部门还有环保部门共同编的一个，就是说怎么在农场里面屠宰这个家禽，的一个设施。它这个也不需要很多的投资，从最小的只要$2000，
一直到这个比较大型的都有，他们都，我是觉得说，我们要推动这个时候除了就是要考虑到是不是可以推得动，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这个事实上，这个我们这个要推动这个政策，不是说现在的，已经10几年了。但是呢，很多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这个弄好配套，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您刚刚说这个是教农民如何自己来可以处理，是不是？对，这个就是说，等于是自己的屠宰场，自己的屠宰场，很简易的，但是可以符合这个卫生啊、防疫啊这些环境的问题，这些都可以考虑得到。台湾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应该，我是觉得这外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可以做得到？它也不是成本高的。它的问题在哪呢？是没有教农民吗？还是？问题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呀。亮毅觉得问题在哪？亮毅可不可以先回应？那我要回应的一个是，基农也赞成防疫这个对于人威胁的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也害怕，毕竟我们在第一线。但是我们要质疑的是，我们从政府的政策上看不到可以真正解决疫情这个问题，这有太多的层面。光是电宰场的分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按照人情接触这个界面要阻断，的确市场禁止屠宰是一个方式。那照理讲就应该在产地杀完，经过冷藏车到市区去。但农委会私下的回应是说，这个成本太高，会转嫁给消费者，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少数的电宰场。他可以掌握通路，也可以掌握产地，他有决定跟谁抓鸡，决定卖给谁。当销售端、买入端他完全掌握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由他来决定。这个东西非常的可怕，因为鸡农可能获利非常的低，所以我必须扩大规模。所以为了确保我的育成率，我的鸡舍非常的跟自然环境阻绝，我投资更大。我的工业用药要更多，因为为了达成那个育成率。那消费者得到的鸡，在刚刚我们所谈的所有的状况之下，少数养殖、健康养殖又没办法自己杀自己卖，或者有人代杀自己卖的情况，没有办法买卖，它就没办法生存。那消费者以后吃到了，就是这种完全工业化养殖的。我想说，等一下。请科长回应。那我们现在呢，先开放本详情，因为大家谈也一站的也好，有可能大家有乜个想爱抢台档的来宾来回应呢？有乜人冇？有开放本3个详情。好，先一位，谢谢。咁我睇見咧，銀門呢，農業會嚟講係咪？請問一下中央市場嘅是自己嘅。那給有好給啊，壞給啊，能看得什麼？誰吃得到它是雞是好的，還是有沒有生病的雞？有沒有？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答覆？你們中央市場弄的是不是這樣子？可不可以這樣子？沒有嘛。這個雞在發生這個問題，說清楚好幾天才知道。你們都沒有發生這個問題，只有說這個是中央市場弄的是很好的雞，沒有錯。俺能夠希望講，俺能食多雞。嗰有衛生，錯嘛？所以大家講講啊，環境過好做得，食到雞肉那講啊。所以我感覺那個政府做案呢也冇唔錯，但是配套措施提那邊咯，90萬人都見呢，配套措施你做提那些啊，一下講嘅事情發生的問題，一講出來上得很多年，從面拍板樣嘅，俺哋面拍板檢查都全部 OK。發生到啲台北嘅，咩影響我哋下大面農半條。所以我咁講咧，衛生署特別係農業局，關心到地方上嘅事情，冇個那個事情一下發生出嚟，要邊個出？冇一好好嘅查，冇一好嘅研究，到底我哋農民都損失咗乜嘢咯？我哋老百姓受惠者。所以咧，我講咯，那個問題配套措施做好係嘛咯？我請問你睇下，根本嘅向政府講啊，5月17號做唔得自己嘅，我都雞送下來去，我營業唔係買過多雞嘅，用30隻
19只，爱送到凤山市场去嘛，多赚了就出去嘞。凤山市场无可能要同我吃2-30只鸡的，因为我哋数量少，屠宰场要用500只以上才做得吃。按我哋送去送转的有钱去多的，人政府有谈到我哋农民，我哋农业要安尼个，我哋人哋做人哋农安尼农业的人欣赏嘛，我哋吃鸡的人最出价的我哋消费者，你就买到好的鸡嘛。啲鸡係好雞，唔係好雞，我現場看。人個店仔雞出來，我哋民農人要發到接收嘅條雞來，拜爺做得嘛，冇下水，腳冇換入去，內冇太扛。你拜阿公婆腳壓到，嚇，拜得嘛，看得嘛。政府要為我哋條傳統嘅百姓上看下嘛，民農人聽講啊，唔好吃誒。冇做嘅，要到像我哋用嘅成法用嘅生存嘛，我嘅人客全部同我買嘅有信用嘅，全部都本要當時嘅冇吃嘅呀，做唔得吃嘅呀，賣衫要發3000，吃好要發2萬到10萬，我同我嘅人客講貴費事哦，我發單唔起，我要學老人家，要學生人嘅，貴費事，我貴悲哀，我要學我老公。我嘅老家講啦，叫什麼死嘢？根本係生一病，係走條無路嘅呀！相信民農歸港人有財錢嚟去做配方條路，投資配方成法。我冇財錢，我係喺學老人家，我係喺學2個生嘅呢，我係學我嘅老公，我係經濟無來嘅呢，我係生活成問題嘅。9月、5月17號多件，我冇工作嘅，我就睡唔得。為了呢條事情，我真是冇唔得安用嘅好。我就政府官員，馬英九總統先生，還有我的官員有談到我哋百姓嘅痛苦嘛。收一張公文下來就叫我們不要殺了，但是你有沒有配套措施出來？沒有，美濃有沒有屠宰場？沒有，有沒有電宰場？沒有，叫我們送到鳳山去，來回就臭掉了。拿回來的雞不能賣，消費者不買單。这位大姐刚刚讲的非常激动啊，她其实就是应该代表蛮多小农的心声。那包括像刚刚亮毅有说的，科长要不要回应一下？就是他这个政策的确是我们有时候该做，因为防疫真的该做，但是小农怎么办呢？整个电宰就是屠宰场的设立的部分，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设大的屠宰场，其实我们农委会也有在推，也推了很久了，就是小型屠宰场的部分其实都有在设立了哈。那包括现在已经有32场是小的屠宰场，那未来也会有大概有40几场的屠宰场也正在设立中。那关于我们这次政策所推的我们所谓的列管摊商的转型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各县市政府它所列管全国大概105亿摊的传统市场，可以允许屠宰活禽。那我不知道美农这边的列管的摊商数目是多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99年公告的时候，你如果要屠宰活禽的话，其实是要被县市政府列管的。所以全国被县市政府列管的摊商是105亿摊的活禽摊商。那针对这些摊商呢，我们也有做转型的辅导，包括经济部它10万块钱的奖励金，农委会这边部分也有说，你如果开始转型贩售合格禽肉的话，我们对于合格禽肉的屠体，我们每只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是15元的奖励金嘛。那这个都是针对各县市政府所列管的活禽摊商。那如果美农这边没有被列管的话，它其实是在99年的时候，他们是不被允许做活禽屠宰的。那因为我们整个配套措施来讲，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区分说传统市场的转型的部分啦。那如果说大家还是有要贩售禽肉，或者是要把活禽送到屠宰场去屠宰的话，我们都有建置一个媒合的平台，
大家的需求，我们也可以个别来帮你们安排。好，有关一个部分呢，我相信等下还有几道要讨论呢，我哋先聊一下天，咱几道现场。上到上台节目呢，有向前讲啊，伊迄有经验在讲啊，如果佢通哦，伊能实在係困難成分下去嘅，講5月17都見冇錄定聲音吼，有幾牙齒唔得。接下來我想要請亮一，就是您剛剛也有聽，就是一定也很感同身受，就是你自己也是畜牧業者。那您覺得，因為其實剛剛科長說，我其實有點懷疑鄉親聽不聽得懂，就是他到底該怎麼做？這些事情到底是他其實可以早就可以做，但是他不知道，還是他本來就是什麼都不能做了？其實最一開始李長博問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的配套到底做了哪些？那聽科長講是從95年開始政府打算推動的時候，除了說電宰業者電宰總數可以處理全國雞的總數之外，他們其實現在在做媒合的工作，換句話說就是你要殺雞去哪裡殺，政府會告訴你資訊。可是我們有得到這個資訊嗎？我們得到的都是電宰場告訴你，對不起，剛剛講的鳳山500隻他才殺，不利1000隻他才殺。那像這位小姐，她養一次可能殺個10隻，她一天的收入就靠這殺這10隻來賣，她怎麼辦？剛剛科長的回應是說，從畜牧法修法以來，本來就不可以私底下殺了。的確，政府在電宰業者的鼓勵及施壓之下，一直在抓私宰的這個部分，沒有錯。其實這一件事情講白了，防疫的部分其實幾乎所有人沒有異議。市場宰殺其實就是換到私底下殺。變成客人來家裡看雞，這樣的模式還是存在。真正最大的衝突就是殺完之後可以賣這個的利益，電宰場要全部拿，這才是整個產業最大的重點。這裡頭會消失的，除了菜市場攤販沒有競爭力之外，最可怕的是盤商不見了。大家可能會覺得說，盤商跟雞農是一個盤商剝削雞農這樣子的關係，錯了。盤商固定，它有固定的利潤在，是雞農賣給他的價格，按照供需的市場價格來出來。亮一，我們剛好也有一個圖，就現在就是像剛剛亮一說的，就是本來現在是雞農，然後有番呢，胎業番呢，我搞到西業番呢，我搞到賣嘢人，就是有這樣子的。他們是有議價空間，就是能去給供後加私的案。可是現在呢，就像剛剛亮一說，大家會怕說現在要變大型。其實等一下也要請科長回應，就是大家真的很怕大型電宰場，因為你什麼都工業化、大型集團化的時候，真的小農非常的擔心。都好頭都亮一講到的，我哋還有一團係也係中央係壓榨、休嘅壓榨，因為呢心上我哋來。談下過後，再請推動嘅貴賓來回應。政府嘅政策是講，專門冇個大型嘅飼雞場，啊，你小型嘅開放，一隻小型嘅飼雞場來講，當多嘅個法律嘅上嘅問題哦，冇辦法哦，本來啲雞農嚟起啲飼雞嘅地方，特別哦，大型嘅個飼雞場來講，法律人個打25隻人是做的，按2號打38隻人就會通過。小型的屠宰場吼，像北起的土主苗所有的屠雞來講，進營業這種的場所來飼吼，也多少有困難啦。有咩困難？當然冇辦法和滿足消費者、生產者需要啦，因為窮得時間內吼。我做出來就困難啦，你唔係自動化天通嘅啦，自動化天通嘅有咩還有啲安排場次嘅
先后顺序没有还没有那种困难啦，有几种业界很难应付。因为客户今天要卖的鸡，我们差不多要送到市场之前1个小时才杀，你一杀完那个切好之后，我们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就送到市场，他这样卖整天都没有问题。用电宰杀的话，都要提早到5个小时杀，杀好之后，因为电宰的鸡又经过冰水啊，那冰水再拿起来放在那个摊贩上，他说每天都到7点多8点多就那个鸡摸起来就有好像快要坏掉那种感觉。好，我们今日谈到许多鸡农的心声，其实因呢主要当然都是讲生活过我们下去嘛。头头亮毅也有讲到，就是我们这就是不能自产自销嘛，就是一定都要送到大厂去嘛。那李教授，其实您是土鸡的权威，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白肉鸡，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就是在外面一般超市买到的，它就是白肉鸡，就是我们1年可能要吃10几亿的。这个就是几乎都是送电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像刚刚刘一太鸡，他们是台湾本土比较有特色土鸡，然后像我们有说到葱芽用腌鸡这些，那这个就是我们特别的文化，所以它不只是产业链，还有我们的饮食文化的问题。那教授要不要来提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只能抽掉中间的，所以它鸡农要卖出去。它就是只能交给这个大厂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一样是用自产自销。30年前我开始收集台湾的土鸡就发现客家庄特别有好的土鸡，只有其他的我跑到那个南投的山区或哪里都找不到，就是找了一个就是在关西，这个在新竹的峨眉，因为大家很相信要吃补的话，一定要土鸡。这个生病以后，这个药一定要土鸡。甚至最近的话，我在卓兰看到他们有杀，有很多那种平常都看不到的，像这个以前用兼用种的鸡，那种这个芦花鸡啊，你现在看不到，就是在卓兰内，他们是在市场上在杀的。也就是说，这个客家人很懂得吃，很懂得这一个，但是你现在用这个政策。就没有一个配套的话，让他们可以来弄的话，我想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啦。郑科长，就是其实刚刚李教授说到的，就是他们也有投书啊，在媒体上其实有一直在呼吁这件事。那这个的确是台湾小，就是小在你要保留这种很小的东西。那如果我们都要学人家美国什么大企业，什么东西都企业化，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所以也有人说是为了以后进口比较方便这样子。那您要不要回应一下？因为大家真的疑惑太多了。其实我们也一再就是跟大家澄清过，屠宰场我们政府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盖到多么机械化、多么自动化，然后要投资多少成本，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哈。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说，因为农委会它还是一样是着重在地消费，希望说要保留地方的特色。屠宰场的部分，你可不可以再更详细？就是如果譬如说刚刚这2位大姐，你是说要深设屠宰场的部分？如果他们要深设，他要多少钱？其实就可以。所以我们说电宰场，这个我不能这样子估算了。对，但是因为那现在这83家里面有32家啦，他们也是一样是走完程序拿到屠宰场登记证书。那我们也一样在里面有派驻。兽医师在里面做屠宰卫生的检查。那这个就是他们资本最小的大概是怎么样子的规模吗？因为最小的话大概就是10坪、20坪、30坪都有，他们其实都可以设。亮毅，你听起来你知道这件事吗？就是你可以自己成立屠宰场，那你们没有做的原因是？没有错，农委会没有规定多大多小，可是商人就去决定多大多小啊。我们的民众买不到最小型的啊！刚刚李老师拿出来牧场型屠宰的那样子的设备，我们买不到啊，因为怎么电，这必须学，设备是什么？
所以对你们来说，它门槛还是高的。它有门槛在，它有资本门槛，也有这些方法的门槛。当然，方法怎么学很快，资本可能一个人负担不起，要好几个人联合起来。但是我听到最小规模的光设备都要350万，这个350万是从农委会口中讲出来的。那这样子的模式，基农负担不起，而合作社的模式在台湾又失败了很多次。合作社现在都变成了大型的集团，变成了企业，它的难度又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杀鸡焉用牛刀啊！一支笔就可以杀一只鸡。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现在人道的问题。可是农委会到底，农委会不可以只是说我们没有规定什么，没有规定什么。可是提供设备的是商人啊，农委会没有告诉我们有哪些的选择。当然，它可能会有不可以特定图利哪些的规格的问题。但是我们基农，我们摊贩业者没有选择啊，完全没有选择。而且这一切如果今天没有反映出来，农委会根本不处理啊，根本不正视啊。我们从配套看来，其实是否了解这样子的生活状态，我都蛮质疑的啊。对啊，所以现在基农想要自救的方法是，我们可以自产自销，我们的自销，像我们就可以跟这位小姐合作啊，我们的模式就可以建立起来啊。有没有可能是养鸡业者跟摊贩直接的合作，变成他掌握通路的部分，他去卖，我们来生产？科长，你要不要再回应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都已经偏向还是小农的生产的部分，它有没有别的可能？就是它可以兼顾防疫，就等一下也要像翁手机也要反映困难，难道没有别的方式？就是除了当然企业化，政府好管理，因为你就那几间大间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出了问题，就是比较想象是比较好管理的。其实我要坦白说了，目前的整个屠宰政策来讲，我们是以导向要进屠宰场屠宰，然后合法屠宰为我们主要政策推动的方向。那再来，如果说我们要顾到地方特色、少量多样性的需求的话，我们会才是倾向于设小型的屠宰场，来满足地方的需求。对，因为目前我们就是所有的屠宰场，我们屠宰场所有的屠宰场，我们都派驻兽医师在里面做检查。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食肉卫生安全，我们要给消费者对于国产鸡肉要有增加信心。那如果说不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把我们整个土鸡产业再往上提升。因为土鸡的整个产业它的整个产业链、产业的整合跟结合来讲，确实是还有非常多的复杂性啊，它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对。所以就是要把这些复杂拿掉吗？也不是说把复杂拿掉，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做整合。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次的力量，然后政府来适度的介入，希望整个产业链可以来做媒合、做整合。整合其实就是往白肉鸡的方向。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有大厂也有小厂，并没有全部都要照白肉鸡的模式。我有意见我觉得，现在我拿这个，我这个是昨天突然上网去找，马上就可以找得到这个资料。这是美国的，他们所定出来，专门针对他们这种小型的，在农场屠宰的，只要$2000就可以做的一个设施，屠宰的数量是很少的。那么他们是有兼顾到环境卫生。这些农业，这个永续农业，所有的都有考虑到了，所以并不是没有办法。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努力。我觉得过去的话10多年来，大家的思维都是往这种参考这种美国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的厂的这种方式在思考。可是现在连美国都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那事实上的话，有很多外国的这种的资料可以来找得到。那么甚至。这个就是在市场里面杀鸡的，就是在纽约市里面的话，1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我就知道说，纽约市就107家的这种的屠宰场，这种的也是活鸡现宰的，
但是他们有玻璃窗，有这些等等的，有注意到这种，他们反正也是一定要。就是屠宰的是隔开，对跟消费者隔开。所以我们的不要思维就是说一定那种方式的，那种小型的话，我们就不准，就不鼓励。我觉得这个是要检讨的啦。俺哋沙下来个开放部分向前谈嘅案度吼，后面还有乜嘅意見？上一期嘅《天下》杂志讲到那个国家公园问题啊，像之前有个呢，那个海角7號嗰個山野 BOT 啊啦，海野 BOT 啊，乜嘅小野 BOT 啦，今年自己也 BOT 啦，乜嘅多 BOT 咯 ，BOT 都講啊。國家政府同財團合作組成的，通到 BOT 啊啦。咁同財團哪一面會使嘅啦？咁安尼4、6、8箱嘅，什麼嘅咯？都只有機會啊，就這樣啊。請問農委會跟那個好疾病管制局哈，你們這樣的政策真是有防疫啊，好啊，你們實施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防疫效果在哪裡。看到的沙皮問題開始嚟發生咧，我今仔擺食雞肉，迄唔係一家熟一家吃，因為我想相信我兩類人做，我看到的雞我能食得落，一吃偏偏的雞，我合理的懷疑啊，有可能病死雞嘛會送去吃啊，錯嘛？因為你把關，政府會把關，而家條嘛有塑化劑，而家條有嘛個毒澱粉啊，政府是最不能信任的單位。最邪惡的單位就是政府，我相信就我2顆眼睛，唔好以年的政策，就搗亂了規個沙皮傳統以來，規100年的幾100年下來的生發方式，連通過按度數、按專業、按內行做按內行的事情，真是不讓人怪失望。我哋那邊稅金就會不能按人亂用的嘛，謝謝。入面我也唔係熟幾年，我做了事，做事的，我做了事嘅，我。伊啊，較變個方便，做小型的辦桌，吼。啊，有時候講伊個我請一個新鮮的雞肉，啊又看唔見啲雞肉，本人嘅開嘅反應啊嘛，開一個成法的人啊，係咪？開啊新鮮的豬肉、雞肉嚟成法的人啊呢，好我不看我8口吃飯，我不看4腿同堂嘅人，8個人吃飯，公公婆婆，婆婆90歲，爸爸公88歲，4代同堂一起住的人，我也是靠我這個生活。你們有薪水領 ，OK。你們有沒有想到下面的百姓怎麼樣的生活，怎麼樣痛苦？你們都沒有這樣想過這一套，你們知道嗎？你們這個可以知道這個是痛苦嗎？我也是養雞場的，但是我以前是養雞場的養要給盤商收的話，價錢還是會給盤商供，然後供給小。如果說你養幾隻雞？那時候以前養的時候還是算1000的以上，現在我沒有，因為我現在。這是養健康雞，因為我那邊是山上單獨一個家，山上，然後環境好，空氣又好，水質又好，我們是山水，所以我的雞也是吃健康的一些山水，然後我還會做自己一些活菌給雞吃，然後因為我的雞肉也有台北的，他那些什麼主廚什麼，他們都是也觀摩來看，也來廚師，他說他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那麼甜、那麼 Q、那麼好吃的雞肉，所以說我希望。我們像我們這樣不會影響到別人的，不會影響到人家的，不妨礙到別人家的。希望你能給我們大家給這樣子生存。做乜個自己都做唔到嚟輔導啲雞農民。哦，輔導人開始用自己嘅，用嗰個衛生，哦，用嗰咩感染，哦，用個詞那個領導，哦，做乜個唔開放，我本自己人有個證照，哦，一個初步嘅輔導。做乜佢全部要用天災，按自己嘅方式可以多種啊，800種啊。做乜一定要用天災咯？全部用天災嘅話，本個喺後尾等於都講緊完全都照顧財團，對佢嘅滅亡。哦，你像唔見看護也有啲護理師，哦，也有看護之這位呢看護師，哦，各行各業有建築師，哦，有律師、會計師，做乜佢自己嘅？唔輔導嘅，各專業嘅事，各有衛生嘅事，哦，以為用禁止嘅方式，根本都係那樣滅農嘅方式啦，完全冇鼓勵到我哋小農人嘅生存。多謝。剛才都向前嘅意見咯，接下來呢，係咪請黃小姐來回應一下？如係唔同都有談到案度，其實唔能同農委會都係合作嘅嘛，合作嘅單位，唔過唔能主要都係防。
对人呢，农业费对动物的，咁按你谈按到，如本单可能冇想到按复差，看差到按到，因为农业被产业唔咩能干的嘛，按谈到按到，感觉讲，咁冇可能，如係。对防疫的专业来看，俺哋冇可能都还系细细按到伊能保持，俺哋斧头伊能系个枪诶，仲啊个枪里唔会有个唔会不平诶，俺哋冇可能哈。像今日开爱节目啊哈，俺们就会吸收在地的一些声音回来。那这些声音，我想我们都会带回去，有一些是可以在政策上面再去修的。所以，迄假使讲传统的市场，嘎嘎过闷热啦，很闷热，水湿湿的，所以爱种个环境啦，哈，迄假使有活鸡、活鸭、活的东西在里面，伊个会放晒嘛，伊个有鸡屎，哈，鸡尿一种东西哈，所以迄环境啦，对于爱种 H7N9 的病毒，是最适合的啦。所以我们是建议讲，莫睇传统市场底部，好屠杀。好，谢谢。黄副研究员刚刚就是说到说，其实当然这次可能各度乡亲也提供以为，比如讲天灾，每种快乐的天灾，有一些配的东西黑暗的唔低的。当然您刚刚也有提到是传统市场，当然以防疫的角度是。不希望现在，但是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刚刚我们也都提到，那是不是请3位来宾也为我们做个结语？就是您刚刚听到很多的乡亲的意见，还有我们今天的讨论，有适宜些什么，还是有哪些有问题的呢？所以今天乡亲所提的问题呢，我们觉得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带回去再做深入的研讨啦，嘿，因为很少有机会遇到基层的农民嘛。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尽快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部分，谢谢大家。谢谢李教授。这个我们台湾长久以来说就要推动精致农业，这个精致农业以前的解释应该是了解台湾的天生的条件，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拼那个便宜的东西，我们要拼那个价格。价值比较好的东西，那这个不过现在好像奇怪啊，精致农业还变成就是用高科技叫精致农业，这是完全不对的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希望说，今天的这些大家的交流，看看是不是黄检局那可以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赶快看看有什么配套的这个可以应急的，至少不要让这些人不杀鸡的，他转业了。都找不到，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我想都会忘掉了，大家会忘掉了，再也不吃了，这种的鸡再也不存在的。一个鸡种如果消失的话，永远回不来的。好，谢谢。谢谢亮毅。我们是大规模养殖的鸡农，跟刚刚谈到的，可能各位乡亲都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遇到的压力也很大，我们成本面是要提高了2-3倍。那如果当全面电宰的时候，全面垄断，我们绝对撩紧啊。那撩紧的时候，我们想，不然我们养少一点，自己卖好了。哇，又遇到刚刚大家谈到的问题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鸡舍不像田转做，可能就不一样的运销系统。鸡舍要转做，有吧？现在有人开始在想怎么样变成种香菇了，非常悲哀。那大规模鸡农，他没有办法大规模再扩大规模去赚钱的时候，那我们像这种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鸡农，叫我们去哪里？土鸡真的比较好吃，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多吃土鸡。谢谢。好，谢谢。所以第几好的结语今日我哋讨论，我相信大家有是把了解雞農嘅委屈係奈如果都感覺幾難解決的。不過按你嘅討論呢，也係希望講大家講，冇想講政策聽出來，如按你嘅，我哋應用改善咯。如大家想辦法，韓國當然韓國當然向下想辦法改變政府嘅政策，更加個像要只有按你如我哋同政府講，按你做唔錯，我哋應該應用嚟做，我哋鼓勵我哋嘅想法。希望今日嘅討論呢，對於大家有一些嘅幫助，還有給侬加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全民台飛》，我哋再會。